礼拜大神，请大家将咱的手机关机，还是关静音。亲爱兄弟平安，礼拜就要开始，请咱用诚实诚意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奏乐。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在伫你欢喜快乐。至关的啊，我要学乐你的名，敬拜学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一个真美好的时间，上帝引带咱倒来到伫伊的面前，伫即个灾难的中间。不管有偌济人倒来到伫伊的面前，上帝看做是好，阿免吗？阿免。嘛有真侪兄弟姊妹透过直播来甲咱敬拜，上帝灵永远甲恁同在。相信恁无论伫什么所在，拢要得到上帝保守。感谢主，互咱伫遮会当诚做上帝百姓，伫遮咱要来敬拜伊。咱的心准备好要来敬拜咱的天父，因为伊欢喜咱伫伊面前唱出的歌。伫遮的祈祷，伫遮的娱乐，阿免吗？阿免。或者请起立。我需要请咱将咱的双手来举起，咱求圣神运行伫咱的内面，互咱的环境求圣神来做洁净的工作，互咱的心无惊吓，因为咱内面的欲望。赢过咱外口的惊吓，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哈利路亚！咱有淡薄的时间，伫遮甲圣神讲话，咱来祈祷。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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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的灵点伫我的内面，主你看顾。主啊，我每一个属地主你的，你亲自来医治。主，我伫你的内面，主你甲阮医治，阮就医好。阮感谢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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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你的快乐来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主，你除去阮内面迄个惊吓不安的灵。主，你要将迄个平安、将迄个健康赏赐伫阮的内面。阮的中间若有
无好的情绪，甚至有怨恨、有伤害的，主啊，这时也要除去。因为阮要带着圣洁的心、无瑕疵的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主你是圣洁的上帝，哈利路亚！现在这时咱要用使徒圣经，咱要做回来个别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勒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咱要做伙来宣告，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来，咱做伙来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关台，耶和华是我的关台，耶稣为着我顶十字架，耶稣为我顶十字架，伊搁我的快乐，互我得到医治，伊搁我的快乐，互我得到医治。阿门。阿门。咱做伙来学咯，咱至悬至大的上帝。阿门。上帝，哈利路亚！主的旨意就是爱咱常常喜乐，逐天往祈祷来我靠伊。咱来唱一首喜乐的诗歌。爱常常喜乐，不住地祈祷，万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
咱常常学了咱的主耶和华的时阵，你知无？伫咱的细胞内面，伊就会开始发出伊的迄个热能。因为咱学了耶和华，咱的细胞知影无？咱的灵是知影，所以咱学了耶和华是带来一个健康的一个足好的方式。每一天起来就是学了耶和华，宣告耶和华就是我的关台，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健康。阿们吗？阿门。这是上帝将伊的灵放伫咱的内面，互咱伫咱的需要的时阵，伊要甲咱相通，所以咱就知上帝用安尼来听咱，所以咱要继续来敬拜伊的时，我需邀请咱目睭闭起，咱有一段的祈祷，咱来祈祷，咱请乐团来，兄弟姊妹来祈祷。风风雨的时哈利路阵，亚，正在主你的温是主柔，啊，对古早到将来，犹原相信你成一就。定应传。岁月渐渐过去，心内切切希望，主陪伴我，为我领明我。风雨时阵，正在主你的温柔，对古早到将来，犹原相信。咱做伙来。岁月渐渐过去，心内切切希望，主陪伴我，安慰我，引领我。风风雨。风雨的时阵，正在主你的温柔，对古早到将来，犹原相信你成就。岁月渐渐过去，心内切切希望，主陪伴我，安慰我，引领我。主你话陪我行过春夏秋冬，听我伊带我，保护我。我靠耶和华的人，啥伊拢不惊。我靠耶和华，伊拢放散我。咱宣告主总无放弃我，永远无离开我，你是阿弥，随时陪伴。我的日子一路走，你稳定掌握我，爱主我靠主，好依我我，主总无放散我，永远无离开我，你是阿弥，随时陪伴。我的日子一路走，你稳定掌握我，爱主我靠主，好依我我。主你话陪我行过春夏秋冬，听我伊带我，保护我。我靠耶和华的人，啥伊拢不惊。我靠耶和华，伊拢放散我。亲爱的兄弟，咱这个时，咱要靠着主，互咱祈祷的权柄，每一个人拢会当有上快乐的祈祷，因为主讲：你若找求我，我就互你找着；你若拍门，我就为着你开门。这是什么款的意思？就是讲，咱既若对心内底上帝所求的，伊是咱的天父，伊应允咱，绝对无咱互咱落空。所以咱即摆要为着什么款的事来祈祷？咱要为着咱整个世界即个
新冠状肺炎的这个病毒，咱来求上帝将伊的快乐、伊的怜悯施落，互咱这百姓会当悔改伫伊的面前。咱知侪灾难，拢是因为人伫犯罪顶悬得罪上帝。伫古早过去历史到即嘛，拢是因为安尼。但是咱的人想讲，这只是一个世间自然的发生，但是咱知伊背后就是属灵的征战。魔鬼做工伫这个中间，所以只有咱的基督徒会当用属灵的眼光看到这个残面。所以咱求上帝，头一个所要求的就是主啊，赦免阮世间人的罪，因为阮背逆你，阮毋捌你，阮去信别的神，甚至主阮无将你列做第一位，阮做真侪伤害人的代志，无照圣经的事，无照圣经的真理所行，这是毋是所犯的罪？虽然毋是咱，毋是你，总是咱要徛伫这兄弟姊妹，徛伫正百姓来为着因祈祷，这就是一款灵动性的祈祷。过去伫咱的圣经内面，真侪先知拢是为着百姓做灵动性的祈祷。但现在咱的基督徒就是祭司，就是先知，咱也要来为着世界这正百姓，咱要为着因来认罪的祈祷。无需要请咱将咱的手举起。将咱的手举起，咱这个是来为着咱世界这个有汉病毒这个情形情景，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当阮伫你的面前，阮举手祈祷时，主啊，你无放杀阮，主啊，你看阮是你独一，是你所疼的百姓，总是主你在伫阮的世界，阮面临这个疫情的攻击，这个瘟疫的攻击，主啊，甚至迄个瘟疫什么时阵临到伫阮的身上，阮唔知。主啊，我要伫你的面前求主你赦免阮世间人的罪。主啊，有罪你过去已经透过圣经对阮所教示的，总是主阮照着家己的利益，阮照着人的利益去行，所以阮得罪人，得罪上帝。主啊，阮无敬拜你，阮去敬拜真侪的偶像。主，阮知这是毋是你所欢喜的。主，你是去杀遐个邪恶的。主，你是圣洁的神。主啊，你要将阮的土地，搁一摆透过耶稣基督格外开力，带来医治，互阮的土地会让一摆搁一摆得到清气。主啊，你也互阮这的科学家，互因有智慧研究出这的疫苗。主啊，互这的药品会当真紧带来医治。主啊，有侪家庭因已经失去因的亲人，伫短的10几天内面，因失去亲人。主啊，伫中国，伫全世界，主因的家庭厝里的人，迄个艰苦是阮所袂当体会。主，阮求你来帮助，特别伫这款的家庭。主啊，你互因厝里的人会当得到主你的安慰。主啊，当阮每一届听到，搁有人为着这个病毒来死亡的时，主，阮的心流目屎，阮的心流目屎。主，你帮助，主，阮得罪你。求主你来怜悯阮，赦免阮的罪，医治阮的土地。主啊，阮也为着阮的政府的官员，特别为着阮的部长，阮的陈时中部长。主，你的灵伫伊的内面，阮感谢你，因为你赏赐伊，互伊有教育迄个神秘的智慧，互伊做真侪真好，为着台湾所做的贡献。主啊，特别为着陈时中部长，互伊的身躯伫面前为着这个代志在烦恼的时，主啊，伊需要你赏赐伊有够个免疫力，赏赐伊健康，互伊的团队会当甲伊有合一的心。主，虽然你也未明白主你，但是主因永远是你的百姓，所以阮伫遮求，阮就知主啊，你要保守陈时中部长甲伊的这个官员，互伊不管到伫什么所在，主啊，当伊在勘察的时，你拢甲伊同在，也保守这伫病院，这第一线医疗人员。主啊，因付出的时间、付出的体力、精神，甚至是生命。主，阮要伫遮讲，主，阮感谢你，因为你为着阮找这个人伫第一线来保护阮。
主，我们逐工为着因来你感恩，逐阿们工为着因来你感谢，祈求将迄个医治、智慧、平安赏赐伫因的内面。阿们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过来，咱要来为着咱即届的小组，咱轮到的小组是秀莲小组。秀莲小组有人伫遮无？好，秀莲小组一位代表伫遮吼。你甲恁的组长讲一下吼，咱为着秀莲小组来祈祷。好，后壁阁有吼。秀莲小组，因伫你是伫拜三吼，拜三聚会，上帝会开咱，上帝会开咱，要伫秀莲组长的身上。伊安尼逐礼拜拢载伊的组员来礼拜来参加小组，伊对伊的组员的供应非常的彻底，嘛有小组组员下面在服侍，所以咱要为着秀莲小组来祈祷，秀莲组长互伊开力，互伊的铁三角伊的同工同心合一，为着因的组员，因知影要安怎来养饲因，就亲像家母在养饲家仔囝同款，所以咱要为着咱的秀莲这个小组来祈祷。咱举手听惜这个小组，咱为着因来祈祷。哈利路亚！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念伫阮的秀莲小组的内面。主啊，你手术开咱秀莲的身上，伫阮的组长。主啊，也互伊的副小组长科华，伊的守望者乐音。主，互因每一届在带领这个小组的时阵，因的心充满喜乐，充满迄个快乐。主啊，每一个小组的组员，主拢伫你的故事，伫你的手内面。主，你看因最宝贵。有人身躯欠安的，主你医治因；有人的家庭拄着困境的，主你医治因。主啊，你来帮咱，伫因的小组的组员内面有人死心。主啊，你为着这个家庭带来快乐，带来平安。主你亲自伫这个小组，你互因加添上帝你的丰盛。加添上帝你予因的智慧，感谢阿乐主，哈利路亚。来，主你为陪我行，陪出我手道，听我一撮我，无好我，我可也可我的人，什么拢不惊，我可也可我，你无放下我。主你为陪我行，陪出我手道，听我一撮我，无好我，我可也可我的人，什么拢不惊，我可也可我，伊无放下咱来宣我。咱将咱的敬拜、咱的俄乐抛下归伫咱的主耶稣看。哈利路亚！请坐，请坐。这时请咱三甲来讲授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到17节，25节到27节。请，我也要对爸求，就伊要用各一个保惠师予恁，予伊永远甲恁住，就是真理的神。世间所未接纳的，伊无看见伊，阁毋捌伊，独恁捌伊，因为伊甲恁三角大，阁要踮伫恁。我也甲恁住的时，有将这个话甲恁讲。若是保惠师，就是圣神，爸伫我的名所要册的。伊要将一切事教示恁，阁要互恁记伫我一切所甲恁讲的。我用平安留伫互恁，
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得予恁，毋是亲像世间得予人的款。心无得逼迫，也无得惊赢。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话话踮伫咱的心内。即是要请利未诗班来学乐上帝，因要因的死是基督的溃烂。即时要来请本堂主任牧师来进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今日主话语能力的途径。
敬天下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恩典，咱会当来到这敬拜服侍伊。我相信伫咱要来过程，有愿上帝会保守咱。要登去的路站，咱嘛会当得到伊的祝福甲带领。这是咱的心内面，咱所相信的。伫今仔日这个时间内面，咱求上帝帮咱会当专心一意，伫即大家透过咱的敬拜，通互咱的上帝欢喜感纳咱伫伊面前所有献上的祭。这是你我每一届进入到殿院，咱所期待的一件代志。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来宣告上帝话语。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性命的宝藏，快乐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为力上加力，温上加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咱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这个题目，经历主话语能力的一个路径。这段经文内面会当讲是整个咱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嘛，透过安尼，咱会当过来思考。咱看对古今到现在，人拢有一个期待，就是伫迄个有限的世界、有限的物质空间内面，咱得超找迄个永远无限会当挖靠的物件。所以咱看无论古早的皇帝，拢得超找迄个忠心本老的药有无？想尽办法就是要延长家己的性命。咱嘛看，无论过去，就是伫遮个一般的即个百姓，伊嘛是努力要拍拼，毋茫建立家己的基业，会当来祝福后代，会当传承即款的祝福落去。咱嘛看见伫即摆即个社会科技遐发展中间，人嘛有即种的觉悟呢，就是讲，咱就要愈来愈有活力，愈来愈青春，愈来愈美丽安尼所以女性期待就是讲，毋是干那冻龄尔会当安那逆龄的哇，这实在是无简单的一件代志少年即个查甫嘛是咱总是期待较少年、较有活力的安尼较袂讲看起来呢，无力安尼，无啥物愿望的感觉伫少年人因在适婚的年龄中间，因嘛有一种的期待对无？有的是期待会当安那，会当找到迄个长期的饭票，对无？有的期待会当找到迄个少奋斗20年呢。这拢是人的一种期待。咱看，若用即个正面真积极的角度来看，这好无？这当然是好嘛。若用咱的信仰来看咧，这个方向，手段若正确，若正直，嘛是理所当然，应该会当得到的。总是咱嘛知影，伫咱的信仰内面，会当提供咱更较一个有效率，更较会当轻快，会当真正享受咱伫生活、伫生命内面迄款充满青春活力的一个闭关呢。这是你我拢会当来思考的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知影青春活力一定是对内在到外在出来，对吧？要会当充满喜乐。活得足精彩，这嘛是对灵内面出来，无可能讲外在的条件就会当互你青春活力，就互你充满喜乐平安，无啦。这一定是对内在里面出来的物件，所以这个内在出来的物件，就伫信仰内面，伫咱的信念内面，伫咱的价值观内面，会当来左右咱的想法，嘛甚至左右咱是毋是会当活出充满快乐、充满喜乐、平安的这个属性呢？所以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真特别咯。你甲隔壁讲，耶稣会当互你安那青春活力来，耶稣会当互你青春活力对内在出来，迄个哪像迄泉源出来迄款的快乐，确是真正的快乐嘛，对无？这是咱相信的咱看
这段经文就是耶稣伊知影伊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间要到啊，吼，所以伊带这学生，因知影因这学生未来所要面对的困境，毋是一般人会当承受的。所以伊知影学生内面，伊若甲学生讲伊要离开因咯，要转去到爸遐哦，学生会惊吓无？绝对是会惊吓。所以耶稣啊，用这个最后的这段时间啊，就像个老师傅吼为着伊的学生吼，安尼努力拍拼，要将伊一生的功力拢传授互伊，安尼对无？吼，咱讲甲伊甲伊的爱徒打通任督二脉，互伊有一套的内功，不但安尼，佮将所有的即个功夫啊。拢安那传授互即个学生，毋望伊会当安那，无论什么款的派别的敌人来，伊拢会当安那，甲伊拍败，会当赢吼。这是咱看即段经文内面哦，牧师就想着讲，这老师傅在教师啊，就是甲伊一生的秘诀，拢要教互伊知影，就亲像安尼呢。你想，若是安尼，咱真做耶稣的学生的，即段爱学，这一定爱学的咯。这既然是一生的秘诀，老师傅将伊的一生的学习，就是用最要紧的最后这段时间来传授互咱，咱嘛一定爱来学习哦，因为这是上介好的功夫，阿门。这是上介好的功夫，咱一定爱学吼。所以咱看这段经文内面，咱会当来思考，咱要安怎会当去经历上耶稣基督话语的快乐。当真做咱生活的一个快乐，这个是一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哦。所以伫遮，咱就会当看到耶稣知影伊要离开世间，这学生的忧闷、的烦恼，学生心内所想的，可能跟耶稣无啥共款。总是伊知影，因这学生心内所烦恼、这郁闷的是什么哦？所以耶稣真清楚甲伊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当爬到遐去哦。伊要甲伊指点即个永外活的道路，要互因知影耶稣为什么会当有这样的有快乐来行这个新约基础。耶稣要甲伊的生命中迄个真正要紧的秘诀来传授互这个学生。伊嘛应允伊呢，讲安那，讲我绝对无安那去杀恁咯。亲像无爸囝，互恁诚做无爸囝一般样。耶稣即款的应允就是大家，然后咱就看到哦，伊就讲：我求爸就互恁另外一个保惠师，叫伊永远甲恁同在。哇！即句话伫这大家，耶稣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伊甲天父的关系，伊求爸想出一个叫做保惠师的，会当永远来甲因同在。所以咱看，当耶稣离开世间了，这个门徒有听耶稣的话，转去到耶路撒冷听候，对无？所以是圣神五旬节的时阵降临，咱看这学生就真正行耶稣所行的，做耶稣所做。哇！迄个快乐就伫即个遮会当互咱证明起来。所以咱看耶稣伊伫伊的公生涯内面，伊所讲的、所做的，伊真清楚，互咱知影。伊讲：恁所听见的道，毋是我的，乃是找我来的爸的。哇！这得甲咱讲一件真重要的代志。耶稣奉差来到世间，伊是照着爸的旨意来讲上帝国的伦理、上帝国的真理。行爸所爱伊做的，伊无超越迄个天父无爱伊做的，无。伊只有照着天父的旨意来讲天父的话，来做天父交代的事哦。所以即大家会当互咱看见，耶稣所表达出来，就是要为着要彰显天父的荣耀，要会当将天父迄款伊的本质，会当透过伊本身活出来、行出来、讲出来，互见啊听、看见的人会当来信伊，然后会当相信伊是
天父所起来哦。这个内涵，这个真理是什么？就亲像耶稣讲的，讲我伫父内面，父伫我内面。哇，这句话足重要的哦。我伫父内面，父伫我内面。为什么耶稣会当做天父所爱交代、爱伊讲的真理？为什么？因为耶稣讲，因为我伫父内面，父伫我内面。哇，那安尼，这句话咱就会当来知影。所以这个时阵，耶稣就求天父差派圣神来住伫你我的内面，伫门徒的内面。那安尼门徒就会当，因为有圣神的内住，迄个圣神的内住就是代替耶稣煞接伫地上的工作的。这门徒有圣神的内住，所以因着做耶稣所讲的，做耶稣所做的，讲耶稣所讲的哦，活出耶稣的荣耀。然后因为因活出耶稣的荣耀，就这个荣耀就归乎天父。哇，这个关系有水无？这关系就是咱伫生活内面，咱之所以会当来得到快乐，会当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迄个上界重要的一个内涵。所以，我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知影，若是咱绝对是无孤单的，因为耶稣去，父就差派圣神，圣神来甲咱同在，佮甲咱同大呢。哦，圣神永永远远拢甲咱同在，所以有圣神的同在，咱永远无孤单。无论你伫什么款的处境，你都爱相信耶稣差派圣神来，也耶稣有缘甲咱同在，伫内住伫咱的内面。所以这是咱基督徒会当真喜乐，有通啊挖靠真重要的一个真理哦。第二，咱对这就会当来知影，若是安尼，既然天父耶稣求天父差派圣神内住伫咱内面，那安尼，咱就爱搁较来认捌这位圣神，敢毋是？既然圣神甲咱同大，咱就爱认捌伊啊！吼，无讲伊一人来恁兜大，你连名也无爱甲问，吼，爱对对来也毋知影，敢有即款代志？吼，爱伊来创啥？你嘛拢无要问伊，敢有安尼？绝对无嘛！吼，咱一定会甲伊有好的一个沟通。所以，这就讲哦，耶稣就讲，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神，乃是世间人无法度接受的，因为无看见伊，也毋捌伊。伊讲，恁却认捌伊，因为因常甲恁同在，也甲恁住伫恁内面咯，吼，也要伫恁的内面。所以，耶稣伫即大家来介绍保惠师是甚物，保惠师圣神是甚物，通要互这学生来了解。我相信咱嘛会当透过安尼来了解。耶稣真清楚甲咱讲，这个圣神是人的目睭所袂当看见的。哇，这甲人在认捌代志拄啊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差别咯。一般人目睭看见较要信嘛吼，无看见的拢会感觉敢有影有无？拢敢有影？吼，拢有存着一个怀疑的事。哇！啊，这件代志，这对一般人来讲，真正是真难得会当来认捌圣神，因为圣神是灵，是咱看袂到的。总是耶稣甲咱讲，讲圣神是甲咱同大内住伫咱内面的，咱会当去感动伊的存在哦，会当去体会伫咱的内面有圣神的声。有时会提醒咱耶稣基督的话，有时会提醒咱这是对甲毋对，吼。有时会甚至会甲咱教训哦，讲咱较会做这个无应该做的代志，有无？伫咱的内心内面，也是透过人，拢在甲咱做提醒、教导的工作呢。所以耶稣讲哦，圣神一般人毋捌，总是诚做我的基督门徒的。绝对捌伊，因为伊拢内住伫你我的内面。总是咱看真特别咯，伫圣经内面，圣神的工作啊，伫旧约甲新约有无啥共款？吼，咱看伫旧约，受抹油的受上帝所呼召
要来做工的，无论是先知、祭司、君王，还是士师啊，即你看，因受到呼召，愿意来承担迄个时代、迄个阶段，上帝爱因做的工作的时阵，圣经旧约就安尼讲，上帝的灵就运行伫伊的顶面咯。总是伊的工作若结束了呢，圣神就抽替就离开因咯。咱讲扫罗王就好，对无？扫罗王受抹油的时阵，上帝的灵降临伫伊，互伊成做一个谦卑的人，有智慧的人。总是当伊无搁认上帝最主要，看这个人的声音，看人来做伊的行行的时阵，圣经就记载，上帝的灵就离开伊。既然上帝的灵离开伊，安那邪恶的灵就进到伊的心内面，对无？所以咱对这看见旧约的时代，圣神的做工是按照上帝的拣选。你要做上帝的工，你顺服的愿意的，圣神就加添你智慧、信心、勇气、能力。总是当咱抽提落来的时阵，圣神有缘就离开哦。总是到新约，耶稣应允咱，圣神要安那永远甲咱伫地呢？圣神的工作就毋是阶段性的哦。当咱愿意接受伊的时阵，圣神就入来。就感动咱，愿意敬拜伊、服侍伊，搁较认捌上帝的真理。伊永远甲咱同在，无论是甚物款的经句内面。所以真特别，旧约的圣神到底新约的圣神就无共款。我就在想讲，为什么无共款？可能真正天父上帝知影怜悯咱真正是安那背逆的，是常常诽谤的。所以圣神要搁较济做工，伫咱的顶面来帮助咱，互咱归向伫伊。所以求上帝互咱来搁较体会认捌圣神。你会感动圣神有甲你同大无？伫你的生活内面，你会感觉讲你这个信仰，毋是干那礼拜日来尔，毋是参加小组尔。伫每一时刻内面，你拢会当感受这位上帝甲你的同在。通互你随时会当甲伊有沟通，就是透过圣神啊。这是咱基督徒应该会当的哦。咱有领受圣神甲你同大无？若是圣神甲你同大，你伫每一时刻，你所讲、你所行，一定是一致的，因为你知影，迄个光明启示、真理的灵，拢甲咱同在。所以这是咱基督徒爱思考的哦。耶稣甲咱讲。恁上请无好，恁虽然无好，上请知影摕好物，互你的儿女，何况咱的天父，敢无将圣神互求伊的人嘛？耶稣讲一个真重要的，这个世间上介大的礼物是甚物？对天父上帝来，就是圣神。这是上介大的礼物。若是毋捌天父上帝，无法度得到礼物。这个礼物，总是咱既然成做基督徒。咱一定爱有这个礼物，因为这是上帝予咱的一个权柄。所以伊要将圣神上介大的礼物赏赐予咱，咱若求，咱就会当得到。阿门。哇，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福气哦。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有圣神的同在，是咱最大的一个帮助，兼毋是？任何时刻、任何的处境内面，咱若有甲圣神连结。我相信，圣神随时会予咱智慧，会予咱信心，予咱仰望，嘛予咱搁较展现迄个疼心、甲包容的心、怜悯的心，会当伫咱的生活内面，会当行咱的天父上帝所欢喜的。第二，咱看见圣神会当启示主能力的一个话语的一个能力，伫即个中间哦。所以伊安尼讲，爸因为我的名。所找来的圣神，伊要将一切的事指点恁，并且要叫恁想起我对恁所讲一切话。耶稣甲这学生讲，我前已经拢有甲恁讲这，总是圣神来要帮助恁，要指明一切的事，互恁搁较来明白，
而且会当互你想起我前所讲这话。兄弟姊妹，这是圣神的一个工作哦。好，所以咱看圣经内面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伊就安尼讲，上帝的灵要将一切关系性命甲敬虔的事，要赏赐互咱。一切什么关系性命甲敬虔的事，哇，这是一个真水哦。所以若是安尼，圣神嘛会当不断来帮助咱，会记住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以咱读圣经了，咱可能无法度完全背起来，对无？总是伫需要的时阵，圣神会提醒你，耶稣所讲的话是啥物？圣经内面所记载的话语是啥物？来帮助咱，亲像甲咱开一拍灯，互咱行伫光明中，对无？这就是圣神的工作呢。哇，真特别咯！所以圣神帮助咱，会当来了解更加知影圣经的话语，然后咱就会当活出这个圣经话语的规律来。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圣经安怎讲总是属血气的人，袂当领受上帝圣神的事，反倒掠做是愚妄，并且袂当来了解，因为这个事，敢若属灵的人才会当透彻。哇，这句话真水哦！若是属血气的人，属灵的事袂当了解，甚至甲伊看做是愚妄的，有无？伫你的四周围有人看你是愚妄无？你讲礼拜日为什么爱去？即摆毋是即个足特别的时期，恁搁要去安那？什么？搁去团聚？哇，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对无？是啊，是有影有条件。总是感谢主，有的人会当真放心选择伫厝来看直播。总是咱嘛有人愿意用真实的行动来到伫遮。总是无论安怎，我相信照着你心的感动，上帝绝对欢喜干纳咱的敬拜。所以兄弟姊妹，这个我相信拢是透过圣神在甲咱引带，感动咱，互咱看这个敬拜上帝关系性命的事最要紧。这就是咱基督徒甲一般世间人的眼光无同款的所在。世间人所看的就是四周围目睭所会当看见这个物件，会当掠，会当把握就尽量掠，对无？总是咱毋是要看世上的事尔，咱嘛要看天理的事，因为迄个天理的事才是永远的。阿门。这是你我咱所强调的嘛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的话语是带着真有规律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当每一届读圣经，更加会当去晓悟迄个圣经的奥妙。就是透过圣神会当感动你，来更加明白哇！上帝要你爱这时阵读着这段经文，到底伫这段经文内面对你即摆的现况要甲你讲什么？这是读圣经上介重要的，敢毋是？上帝会当按照着你的现在的需要，伊的话语会当帮助你。你读这段经文的时阵，你就问讲：耶稣啊，那安尼这段经文，你对于我即摆的环境，我即摆的处境，还是我即摆的艰苦艰难，到底你要甲我讲什么？你爱我把握什么？你爱我相信什么？兄弟姊妹，这读这个圣经，上帝话语的规律，就是因为安尼你有问，你有更加深深去领受，我相信，迄个圣经的规律，上帝话语的能力就运作伫你的环境，运作伫你的内面，帮助你，互你伫现在上介需要的中间来找到出路，找到答案，找到对上帝来的规律帮助你。这有要紧无？有啊，这有要紧。这才是咱基督徒得到规律的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源头。所以最后咱来看，耶稣就安尼讲：我将平安留伫互你，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互你，我所赏赐的，
无亲像世间人所想事的，恁心内毋通忧愁，嘛毋通安那背北哦，背北吼，嘿，忧愁个背北，哇！平安，主所讲的平安是啥物？吼，诶，用一句台语可能咱会当来转化吼，会当来了解。咱来看到一个人的时阵，咱过去拢讲啊，食饱未对无吼？对无？啊，即摆爱改啊，无讲食饱未啊，即逐个人拢食了伤饱。吼，即摆讲啊，你有好势无？有好势无？安尼有重要无？迄个好势表达啥物？毋是食饱尔呢，有无？毋是腹肚物质的需要尔，啊，你的精神有好势无？你的环境有好势无？你甲人的关系、厝人的关系有好势无？你甲上帝的关系有好势无？即个赞处包含拢一切对无？吼，所以你会感觉问哦，啊，你有好势无？你最近有好势无？哇，即个好势就是耶稣在讲的迄个平安呐。吼，安尼咱会当了解吼。吼，所以迄个平安是在讲啥物？讲咱会当领受着耶稣基督的时阵，会产生伫咱的心境内面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呐。哦，因为有即个救恩，有耶稣通个倚靠，所以咱的心就袂安尼惊吓不安。咱的心会拄无论什么处境，咱拢是真平静安稳的，拢会当真好势来面对呢。吼，啊，不只是安尼哦。嘛在指即个平安，嘛在指人甲上帝、人甲人迄个中间有一个真健康、真三好的一个状态啦。所以台语叫做有好势无？安尼袂歹对无？即个意思甲耶稣在讲的平安，嘿，有真重，有真类似雷同吼，差不多会当讲会当真好的表达啦。忧愁是啥物？忧愁就是讲遭遇到困难，也是不如意的代志，会开始安那郁卒出来啊，吼，会开始内心会艰苦吼，安那像迄个安尼无得安尼在胖有无吼？啊背北就是迄个背北啊，就是会搅吵咱人的心灵，会产生有惊吓的心出来。吼，所以咱看忧愁甲背北拢是安那，忧愁是对外来，互咱有压力，感觉讲担袂起来，然后就会开始伫生活内面，伫食饭内面，困拢袂真好势哦。背北嘛，就是对内面来影响着咱，吼，互咱安那，甚至对活拢无啥物意义，感觉亲像已经。亲像死人一半样在生活，也是讲一个绝望的状态内面。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这会对外在、对内在来影响咱的这忧闷、忧愁、惊吓、不安、背北，这个拢致使咱伫生活内面，咱无法度会当去领受上帝予咱的喜乐较平安。这真可惜，敢毋是？总是耶稣敢毋是甲咱讲吗？咱会当靠着伊，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毋是吗？伊讲我留得平安互你，我享受平安互你。这个平安是世间人袂当享受互你的，这个平安是赢过一切，是互你的生活的所有一切，拢会当好势。那安尼基督徒为什么佫会伫即款的忧愁、背北、不安、惊吓中间？那是因为安那？因为咱太在意人的眼光。太在意别人讲什么，别人来定义咱是一个喜乐，还是无喜乐的，还是讲咱太在意外在的环境对到咱，因为环境的好歹影响到咱，因为咱的目睭就是在看这个环境的条件，所以求上帝帮咱重新互咱倒转来，咱要会当去经历耶稣话语的快乐，就是咱着爱。将焦点定伫耶稣，伊所讲的话就成做咱生活的准则。这才是咱基督徒
会当得到喜乐、平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头。兄弟姊妹，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互人富足的，并无加添忧愁啊！好，箴言第10篇22节安尼在讲的，上帝赏赐互咱的是福气的，是要互咱丰富的，毋是伊无加添咱一寡忧愁。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真深信上帝的话语哦。所以平安喜乐入来，忧愁被拔出去，对无？按咱做伙来讲好无？来，平安喜乐入来，忧愁被拔出去。哇，这是咱会当每一个宣告的哦，阿门。哦，咱搁讲一届好来，平安喜乐入来，忧愁被拔出去。哇，这是咱基督徒会当享受的，因为耶稣伊应允，你若相信耶稣的话，伊讲我将平安留底互恁，我赏赐平安互恁，是世间人袂当有的，是世间人所袂当互恁的，是搬过世间的一切，要互恁凡事拢会当真好势。哇，这是耶稣甲咱应允的吼，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会当来体会吼。就有一个作家，伊是国会的议员吼，伊有著作的中间，伫伊著作内面，伊有写一句话安尼讲，就算要临终的最后迄刻啊，喙嘛爱安那加一支烟，吼输最后一空气，输最后一气，安尼嘛较爽快吼，安尼你就知影，即个人安那一世人食薰37年6个月吼，无容易。总是第37年第7个月开始，伊真正戒薰。哇！真侪人是真好奇哦。即个人到法度戒薰，到底是安怎？哇！即个人原来伊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嘛是伊的老师。伊常常有当时爱开讲，啉咖啡讲话。有一届，即个老师甲伊讲，若是知影是毒药吼，连鸟鼠嘛袂食啦。总是人类明明知影是毒药，却安那照食不误。有影无？好，即句话互即个议员那像个晴天霹雳安尼若是毒药，连鸟鼠知影都袂食，人毋知是安怎，明明知影是毒药，嘛照常食，足奇怪吼。到底是安怎？然后伊佫讲你是领到世界都来不及啊吼！你佫安那，佫互烟牵咧边安尼弄走，嘿，伊是讲对啊！我做国会议员，在影响即个世界，结果我是安那，互什么影响？互烟，互一支烟，甲我边拖得弄死吼！嘿，即个人迄天了，伊就决定讲伊戒烟，而且伊讲到就做到呢。哇！这个人真好奇吼，原来伊就是有一款会好的朋友，甲伊提醒。也是姊妹，其实这个议员，这个作家，嘛亲像真侪人呢，对无？真侪人嘛是安尼呢，明明知影迄是毒药，连鸟鼠嘛袂食，毋过咱却常常捡来食，咱却常常捡来食。求上帝怜悯咱哦，这是一个人类真实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明明知影，总是由原对嘴里来谈。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这款的苦情，保罗上知影。保罗深知影，伊讲立志为善由得我，总是行出来，却不由得我。立志最好，是我会当内心会当决定的。总是当我行出来时阵，我却无法度去决定。明明知影迄是毒药，我知影，我绝对不爱食，总是无意间就搁加起来，食一个，安尼亲像较爽快安尼。这就是欲望，这就是人的私欲所缔造。迄个习惯就真做
毒品一般样，在甲咱朽烂咱的性命。所以保罗就讲我真是苦啊，我会做人啊，是主会救我脱离这个会死的身躯。伊讲感谢上帝，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就会当来脱离。阿门。苦啊，我会做人。有影，面对着这些挑战困境的时阵，咱拢会当有一款的喊法，总是咱感谢主，咱靠着主耶稣基督，咱就会当来得胜，较赢到存。所以愿上帝帮助咱，靠着圣神会当提醒咱，会当互咱来离开遐个咱生命中的毒药。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的毒药无共款，对无？求上帝帮助。圣神提醒你的时阵，请会记住，顺圣神的话，就是行上帝所欢喜的，对咱绝对是祝福，对咱绝对是有利益的。阿门。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的金句来。恁这个虽然歹，犹旧会晓得用好物，互恁的囝儿，何况恁伫天里的爸，兼无用圣神来互求伊的人嘛？路加福音11章13节，搁一摆来。恁这个虽然歹，犹旧会晓得用好物，互恁的囝儿，何况恁伫天里的爸，兼无用圣神来互求伊的人嘛？路加福音11章13节，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正知影，透过圣神久久长长甲咱同在，就是要赏赐咱快乐，活出耶稣基督的话语伫咱的中间。阿门。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星星，愿君看。
愿求圣神甲阮同在，内住伫阮的内面。耶稣啊，阮感谢你，因为圣神来，互阮会当晓悟你的话语，互阮更较知影，阮着怎样顺服伫你的话语，活出你话语的开来。阮感谢你，在这个世界充满挑战的时阵，愿圣神甲阮同在，互阮会晓去分别是非，了解阮着怎样行，才会互你欢喜。因为阮的性命毋是干那伫现金尔，阮知，因为信你，阮就会当对现金连结到伫永远，互阮有永远活命5万甲8暗。感谢你，互阮因为你，阮得到真实的平安，互阮凡事拢真好势。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的姊妹请坐。这是要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真济，这是报告。姊妹平安，咱感谢主，互咱会当搁倒转来到遮来敬拜服侍上帝。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咱用咱的行动来表达咱对伊的听的回应。好，咱做伙来关心咱教会遮的事工。咱伫3月初7，就是即礼拜六。咱的培育课程已经来陆续来进行所以这个有参加伫这个拜六4名精神营的咱伫拜六8点50分进行来报道咱即届大概有30位左右来报名参加有一寡是其他一间教会因为牧师带中级来一遮做伙来训练那3月15，咱的幸福小组。要来启动总是咱即届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咱就无要做即个启动秀即个 slogan 都无牧师会一组一组来介绍互咱来熟悉
咱做伙为着这个祈祷嘛教会表达一个鼓励一个奖励金分予大家大家做伙来宣告咱要得胜所以咱就免用足侪时间搁组织去训练遮的真诶疫情咱着做一寡调整互咱大家来知影好。咱对今仔日3月7日开始，咱有加就医的事工干事，就是蔡慧燕姊妹蔡慧燕姊妹伊来负责伫咱的即个国度宣教的事工无论是校园是伫海内外遮的咱的国度的宣教的事工咱即马由伊来负责慧燕第一堂讲伫遮伫遮来。介绍一个，互咱熟悉咱伫今仔日开始伊专职伫咱的教会你休困的日是拜五对无？拜五是伊休困的日啦好咱是有关这个国度宣教的事工这个事务业务，咱就会当来找伊咱的仪节即马仪节伊是拜三、拜五、拜六算 part time 的服侍伊即摆调整伫影音甲网站的管理即部分即部分即摆就换仪姐来负责任过去即部分咱拢有约文伊拨时间甲咱斗3工所以即摆咱有当工会当来搁较专务来处理遮的，我相信嘛会当对咱教会嘛是一个祝福好咱3月7日开始就是即礼拜暗时开始，咱邀请大家来参加联合的圣歌队因为国外节的即个俄乐赞美的礼拜即届咱敢若要练两条歌就会使，所以毋望大家若你爱参加奉献声音的，就伫拜六暗时拢会当来到即搭遮好，3月到6月每一个第4个拜六有一个音乐唱歌的训练邀请你若是伫小组的诗班的，还是联合诗班的，还是你有即个兴趣要来唱歌学了上帝更较好的，咱拢会当来报名好。4月12是国外节咱迄下晡咱有要举行一个国外节的慎终追远纪念祝福礼拜咱去年有来举行回应真好每一个家族来就有机会做伙直接来追思咱的圣经嘛会当搁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甲肯定嘛因为安尼有机会甲咱的这家族未信主的人有机会嘛会当邀请伊来所以咱今年这个机会请咱有缘继续来把握你的活特会伫6月20、27咱会当来看，会当来报名来参加好，咱继续为着梁约翰来祈祷伊即马搁伫病院好，咱的关怀第2步就是第2步就是咱今仔日的洪长老伊是部长伊有特别有一个想法，就是讲伫礼拜下昼时若姊妹愿意甲伊来分享大家彼此来关心祈祷的伊甲登记伊会当安排甲咱做伙食饭伊嘛尽伊做关怀义务的即个关怀咱兄弟姊妹的一个心意啦毋过伊讲咱第一顿的咱都无法度对无要等甲食一道顿像爱等甲久安尼伊讲佫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嘛会当食下早起啦恁若愿意的甲伊讲恁去安排看伫教会附近遮提早若是9点嘛咱就提早8点来大家食一个早顿会当分享互咱伊代表咱教会来甲咱关心为着咱祈祷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事工洪长老伊愿意用即款的方式来表达伊尽力伫即个工作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来甲伊讲毋是讲你一定定对一工就一定对一工啦是讲不要紧几个会当做伙来嘛会使，安尼好无？
啊，你若讲无咯，我无爱食下昼下顿，我要食下昼顿较大顿，你就甲讲。就甲登记一个嘛是会使哦，安尼会使无？真好我感觉这是洪长老嘛，期待伊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伊伫即部分的努力，咱嘛看看最好咱会当来甲伊来有一款的结合好，好来，请咱来继续来关心就是黄玉女的姊妹。蒙主恩调，这个姊妹受主恩调，总是因兜敢若伊信主尔，所以伫这个仪式的顶面咱就无法度会当做什么主张。总是既然伊是属耶稣基督的，咱相信上帝一定接纳伊的灵魂，等于到爸的家所以咱为着遗族来代祷，就安尼好，来，请咱起立，咱做伙来。用这条诗歌来彼此来祝福。彼此来宾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事兴来祝福你，短梦大日的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感谢天父差派圣神甲阮同在，互阮内面有圣神的感动、圣神的引带、圣神的光照，佮愿上帝无限的疼，丰丰富富灌压伫阮甲阮的家，互恁每一个人透过圣神的引带，活出真实、荣耀、喜乐甲真实的平安。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平安，请坐，咱今仔日敬拜暂时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带咱的脚步。